開平碉樓，與其話係為咗防範遠方嘅山賊海盜，不如話佢首先係為咗應對一場發生喺身邊、持續10幾年、死傷可能過百萬嘅民間戰爭——土客大械鬥。甚至開平等5邑地區嘅廣東人喺走日本仔嘅集體記憶之前，更早、更深刻嘅恐懼係走客家。走客家同走日本仔其實係恐懼嘅傳承。呢啲正正係呢場戰爭喺民間記憶中最直接嘅遺傳。一句客家佬嚟啦係最高級別嘅警報，呢個唔係講笑。喺械鬥最犀利嘅年代，呢句説話意味住滅頂之災可能就喺眼前。佢將客家人呢個群體喺特定時空嘅廣府人敘事裏面符號化成一種外來嘅致命嘅威脅。呢種集體創傷記憶透過代代口傳，沉澱喺語言深處。而另一句疑問嘅走客家麼，形容極度匆忙恐慌。點解係走客家？因為喺嗰啲年月聽到客家武裝來襲嘅消息，慢一步就係家破人亡。逃避客家人成為咗極端匆忙同恐慌性逃命嘅最生動、最慘痛嘅代名詞，明咗走客家嘅深刻歷史背景。我哋再睇後來抗日戰爭時期嘅走日本仔，就會發現一種恐懼模式嘅傳承。當日本仔侵略來襲，廣東民眾再次拖男帶女倉皇走難，呢種大規模走難嘅行為被叫做走日本仔。走乜乜呢個句式本身就承載住對武裝暴力、對生存威脅最本能嘅恐懼反應。喺走日本仔之前，呢片土地上嘅人已經演練過無數次走客家啦。後者係族群內部嘅生存戰爭，前者係外敵入侵嘅民族戰爭。但基層民眾所承受嘅顛沛流離、家破人亡嘅痛楚何其相似。歷史喺度形成咗一個沉重嘅閉環。先係因為資源爭奪同身份認同，同胞之間殺到血流成河，起咗碉樓互相提防。幾十年後，當真正嘅民族外敵入侵嗰陣，又不得不放棄呢啲堡壘，再次踏上逃難之路。碉樓可以防到客勇嘅進攻，但防唔到近代國家嘅戰爭機器。講返土客械鬥同開平碉樓嘅關係，我哋通常對碉樓嘅想像係浪漫嘅遠渡重洋嘅華僑，帶住財富同見識榮歸故里，為咗守護呢份來之不易嘅家業，起咗呢啲堅固又時髦嘅堡壘，抵禦土匪騷擾。呢個敘事部分正確，但遠遠唔夠。呢個背後係歷史記載、學術研究同民間記憶嘅選擇性遺忘等多重力量嘅合謀。接住落嚟，我哋一層層解開呢啲迷霧。時間返到清朝咸豐4年。即係公元1854年，呢個時候嘅大清帝國正深陷太平天國運動嘅泥潭，南方各省秩序崩壞。喺廣東，特別係珠江三角洲以西嘅4邑地區，一場比官方平叛戰爭更殘酷、更持久嘅民間廝殺，靜靜雞拉開咗序幕。對陣嘅雙方係土同客。土主要指更早喺呢度定居、講粵語嘅廣府人。客就係歷史上多次南遷，喺明清時期先大量湧入呢區，開墾講客家話嘅移民。矛盾嘅根源好直白，亦好殘酷，就係生存空間。肥沃嘅平原河谷早就俾先導者佔咗，後來嘅客家人只能向更貧瘠嘅丘陵山地開拓。人口膨脹，資源緊張，加上官府控制力變弱，令到土客之間喺土地、水源、山林，甚至科舉名額同風水墳地上嘅積怨，好似堆滿乾柴嘅火藥桶。1854年，呢個火藥桶被點着咗，一啲好細嘅摩擦，可能係耕牛過界，亦可能係爭水灌溉，好快就升級成2個村莊、2個宗族之間嘅血腥仇殺。跟住好似瘟疫咁，暴力蔓延到成個區域。雙方唔再係烏合之眾打交，而係有組織、有指揮、有後勤嘅準軍事化戰爭。佢哋起營旅，組建鄉勇團練，甚至透過澳門、香港等渠道大量買入西洋嘅步槍、火藥，甚至火炮。戰爭形態由冷兵器迅速過渡到熱兵器，
呢場被後世史家叫做土客大械鬥，由1854年一路斷斷續續打到1867年，足足13年。佢嘅慘烈程度超出想像。根據一啲學者研究同地方史料推算，呢場主要喺四邑同周邊地區進行嘅民間戰爭造成嘅總人口損失，包括死亡、逃亡、被擄等等，可能高達百萬。光緒新寧縣志記載，械鬥平息之後，當地人口竟然十不傳二三，田園大面積荒廢，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嘅慘況，絕對唔係誇張。開平就喺呢場風暴嘅中心，你嘅家園可能朝頭早仲係你嘅，夜晚就俾隔離村嘅武裝攻佔，你嘅族人可能喺一次突襲入面全部遇害。恐懼成為呢片土地上最普遍嘅空氣。正正就喺呢種今日為鄰，明日為寇，朝夕不保嘅極端恐怖環境下，開平碉樓迎嚟咗佢爆發式興建嘅第一個高潮。可以話開平碉樓係土客械鬥呢場血腥考試入面民間用血淚同財富交出嘅終極答案。佢首要防禦嘅對象由一開始就係嗰啲同樣有火槍火炮，同樣熟地形，同樣為生存而戰嘅他者武裝，無論係作為土嘅廣府人，定係作為客嘅客家人，都喺度起同用呢種建築。呢係一種雙向嘅絕望嘅防禦。咁你或者會問，呢啲同華僑有乜關係？關係好大。開平係著名僑鄉，19世紀中後期，正係大量開平人遠渡重洋去北美、南洋淘金或者做苦工嘅時期。佢哋喺海外慳慳埋埋，儲到啲血汗錢，寄返鄉下，希望買田買地，光宗耀祖。然而呢筆錢喺當時嘅開平變成咗催命符同保命符。點解係催命符？有僑匯嘅家庭即刻成為械鬥雙方搶掠嘅重點目標。你嘅財富喺亂世入面散發住危險嘅光芒，亦係保命符。亦正正係呢筆僑匯，令到起造價高昂嘅鋼筋混凝土碉樓成為可能。華僑資本為呢種極致嘅防禦工事提供咗經濟基礎。於是，我哋見到一種奇特嘅融合，用從西方賺翻嚟嘅錢買西方嘅水泥鋼材，參考西方嘅建築樣式，但係就用嚟起一座應對中國鄉土社會最殘酷內部衝突嘅堡壘。嗰啲精美嘅西洋裝飾同冰冷嘅射擊孔並列，構成咗一種極度撕裂但又無比真實嘅景觀。佢係用全球化嘅財富去應對地方性生存危機嘅奇特產物，係嗰個悲劇時代最矛盾嘅注腳。講到呢度，一個更深層嘅問題浮現出嚟：一單咁慘烈、咁深刻、咁塑造咗地方景觀同歷史記憶嘅事，點解喺後來嘅主流敘事入面俾人大大淡化咗？取而代之嘅係防盜匪、防匈奴，甚至係華僑愛國愛鄉嘅浪漫古仔。我認為呢個背後係多重力量嘅合謀。首先係歷史書寫嘅和諧轉向，進入現代，尤其係新中國同改革開放之後，強調民族團結、地方和諧成為主流。大規模嘅內部族群仇殺係一段不堪回首嘅傷疤，唔利於構建地方認同同吸引外來投資旅遊，將佢轉化為對抗匈奴等自然災害或者土匪、山賊等外部威脅嘅古仔，更加安全，亦更加正能量。其次就係學術研究嘅路徑依賴。早期對碉樓嘅研究多數集中喺建築學、藝術史同華僑史領域，學者自然更關注佢嘅建築形式、裝飾、藝術同文化交融價值。而從社會史、暴力史嘅角度去發掘土客械鬥呢個沉重課題，需要直接面對大量殘酷嘅地方檔案、族譜同口述歷史，係一條更加艱難、需要勇氣嘅路。最後可能係民間記憶嘅選擇性遺忘與重構。對於親身經歷者嘅後代嚟講，嗰段係充滿創傷同恥辱嘅記憶。時過境遷，後代更願意記住祖先嘅勤力、智慧同建築嘅輝煌，主動或者被動咁淡忘咗嗰段骨肉相殘嘅痛苦往事。記憶喺代代相傳之中，
完成咗由血腥防禦到文化奇觀嘅浪漫轉化。我必須承認，我嘅呢種解讀旨在補充，而唔係完全否定其他因素。防禦嘅需求永遠係混合嘅，土匪山賊係存在嘅，西江流域嘅匈奴都係真實嘅。但係如果冇土客大械鬥呢種將成個社會捲入準戰爭狀態嘅高烈度衝突，我哋好難想像民間會自發普遍咁起出咁軍事化、咁唔計成本嘅防禦工事，係戰爭嘅邏輯，逼出咗呢種極致嘅民居形態。有朋友會問，香港新界都有唔少客家人同廣府人，嗰度有冇咁慘烈嘅械鬥？根據現有研究，香港新界嘅土客矛盾規模同慘烈程度可能唔及四邑地區，冇演變成全面戰爭，但緊張關係同對峙係確實存在嘅。客家人多數聚居山地，廣府人佔據平原河谷，為土地水源嘅摩擦從來冇停過。新界到處都係嘅客家圍村同廣府圍村，佢哋堅固嘅圍牆同炮樓本身就係社群關係緊張，需要武裝自保嘅證據。呢種防禦既係防海盜、土匪，亦係防潛在嘅隔離鄰舍衝突。佢係一種低烈度、長期化嘅對峙狀態，同四邑地區嗰種高烈度嘅殲滅戰唔同，但根源相似。講到呢度，心情係沉重嘅。我哋揭開呢段俾教科書輕描淡寫甚至忽略嘅歷史，唔係為咗煽動仇恨，唔係為咗判斷邊個啱邊個錯。事實上喺呢場持續13年嘅血腥衝突入面，冇一方係純粹嘅勝利者。廣府人同客家人嘅平民百姓都承受咗難以想像嘅苦難。最終，清廷用武力介入，強行將大批客家人遷去粵西、廣西、海南等地，先至勉強平息件事。呢係一場雙向嘅悲劇。呢期從開平碉樓理解土客械鬥背後嘅血色往事，唔係為咗延續仇恨，係為咗更深刻咁明白和平嘅珍貴。只有正視歷史嘅全部複雜性，包括佢嘅黑暗同傷痛，我哋先可以更好咁行向未來。好啦，呢期節目我哋就講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